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就在顶礼拜拜六、拜日的时阵，就发现一个真大的消息：罗西亚突然间，敢若是发生着政变吗？咱的俗语来讲，菜头食菜菜卡死。罗西亚私人的军队是真怪奇，敢通当作是侥幸来，失得去。那么国家从此会当正常太平年，或者是普京无稳的开始，乌克兰敢就会当看到胜利。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外交以及國際關係系主任鄭欽模鄭主任。主持人平仁兄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二位，政大羅西亞研究所教授洪美蘭。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畢業政見小將余宗基余將軍。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和觀眾朋友呢，稍微呢來即個學習面對到即個所謂的即個政變還是兵變，到底是安怎一回事？羅西亞的總統普京喺電視發表的演說，伊指控到即個叛軍啊，想要擾亂着國家，但是終其尾是未成功。那麼至到着Wagner 即個集團的即個頭人普里格金啊，嘛有拍到即個影片，對外呢嘛會講伊並無來推翻着普京的政權。那麼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以及嘛人在哪裡？是不是到底即個白俄羅斯呢、羅西亞呢？無人知影。俄羅斯總統普京第6個電視演講是差一日嘛遭受兵變了第一遍公開談話，國際媒體講是受氣的5分鐘。普京講叛徒想要讓俄羅斯毀鬧幸福，掩過無講最傭兵瓦格納集團首腦普里格金的名。Вооруженный мятеж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был бы подавлен. Погибли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е и мирные жители. Чтобы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проиграла Россия. Они потирали руки, мечтая взять реванш за свои неудачи на фронте и в ходе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контрнаступления. Кто хочет, сможет уйти в Белоруссию. 第日講一講，普京哥在這邊出現喺電視，是甲國安高層開會簡短片段。自兵變進程到發生期間，和普里格金幾度變批評嘅國防部長邵伊古也喺其中。喺普京電視演講嘅前幾點鐘久，普里格金也放一段影片，是事件了第一遍公開講話。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интриг, непродуманных решений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должно был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св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瓦格納集團未來動向也無清楚。普里格金喺法庭了同意離開俄羅斯，怎麼唔知喺咧倒位？頂禮拜瓦格納不滿意嘅營地，和俄羅斯政府軍倒彈射掉，就講軍隊會向俄羅斯迄邊過去。經過白俄羅斯局長協調了解除危機。紐約時報報道，普京政權20多年來正少被質疑，經過這件事件，伊掌權的力量開始出現問題。但是演講敢若就是要展現團結加穩定。公司新聞黃文玲編輯。因為這個新聞已經3、4天去了吼，那麼真濟媒體開始有相關的這個報道，甚至是後面的這個幕後報道吼。大部分分做3種，頭一種就是講，這個瓦格納這個集團到底是啥物？那有通好這個私人的武力，這是第一。第二個是講，這到底是真的啊假？人在哪裡？會穩啊未穩？這個普京是從此以後是落險，還是更較穩定？第三種再來就講，這烏克蘭是不是會更較慘，還是更較好？首先觀眾朋友要來講就是講瓦格納集團到底是安怎？鄭老師，你安怎？你來甲觀眾朋友小小解這瓦格納集團到底因這國家後頭有這私人的武力。敢若過去咱咧可能中國歷史上，還是講這個加丁加將的這個意味嗎？這款其實喺歐洲吼，這款所謂的私人的部隊啦，吼，咱講僱傭軍啦，吼 ，mercenary， 吼，這個物件其實真早吼，差不多16世紀吼，專制的帝王迄陣啊，吼，要戰爭吼，有時找無人通戰爭吼，就用僱傭兵吼，用僱傭兵有一個好處。
吼，因为战争的吼，啊有诶战死啊，免钱，吼，啊当然啦，你就开拄煞，嘿，我啊一般就是开钱嘛，吼，开钱啊处理吼。啊，俄罗斯较特别啦，吼啊，因为尾啊慢慢啊民主国家建立，吼啊军队国家化了，啊俄罗斯呢，因为苏联时代，吼啊其实呢，苏联时代当然是无温存私人的武力，吼啊，但是俄罗斯其实伫个民主化了，吼啊，尤其是叶尔钦时代，吼，迄阵啊其实不只有私人的部队啦，吼，迄阵啊甚至咱讲叫做寡头，吼 oligarchs， 吼寡头，吼啊，就占社会，吼迄个各种利益吼，啊，甲垄断起来吼，啊有做好处啊，但是支持叶尔钦吼，支持政府吼，包括媒体啦、银行啦，哦，摕好处，吼啊，这就是无民主化的背景啦，吼啊，普京呢，吼伊拍败一定支持叶尔钦的迄个寡头吼，啊尾啊伊家己佮建立伊家己的寡头，吼用伊家己的人去垄断，啊，但是咱即马今仔的重点就是讲雇佣军瓦格纳这个集团吼。啊，这个集团呢是较早吼，俄罗斯要干涉外国的内政的时阵吼，无方便派军队，吼啊，所以呢，伊建立这支部队，啊，伊当初叫做斯拉夫军团，吼啊，上早咱看到的吼，是伫2013年吼，伊去派去吼，其实伊拢有经过普京啦，吼，拢有这款独裁国家拢有经过上官站的迄个领导人，吼啊，普京派去，本来是要保护油田。money， 嘿，尾啊吼，发觉讲吼，保护哪保护吼，啊，我家己人来做这生意吼，袂歹吼，啊又个武力吼，佫会使保护伊的，所以啊做生意，嘿，啊先抓团做生意，啊玩趁钱，对，啊，因为伊是咧保护迄个政府叙利亚的政府军嘛吼，啊伊迄阵啊，其实当初吼就是迄个油田吼，啊伊就开始发展了，伊家己自给自足，家己做生意，啊愈发展愈大。啊，到尾啊2015年才慢慢啊改做瓦格纳集团，好啊，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足长的背景啦。尾啊，咱就看到瓦格纳集团吼，这个方式袂歹，吼，啊，伊伫非洲、伫中非共和国、伫马里，吼，啊，伫利比亚，吼，啊，伊就去保护利比亚有油田，吼，啊，中非呢，佫有钻石矿，吼，啊，佫有木材，吼，有法趁钱的伊拢介入，吼，啊，伊就伫当地，吼，啊，注册一个公司。吼啊，其实背后是拢瓦格纳咧控制，啊，因为有钱，吼啊，伊个阿兵哥的薪水足好，伊连即马咱看到的资料，吼，阿兵退休哦，瓦格纳退休哦，一个月够好得领着$4000的退休。退休啊，够$4000。啊，当然人是拼性命的啦，吼啊，所以吼，这是瓦格纳的背景，所以伊有法度吸收啦，吼啊，其实咱搁进一步讲吼，然后瓦格纳甲俄罗斯的军方，吼，甲普丁的关系，吼，啊，其实瓦格纳当初是上早，我讲叫斯拉夫军团的时阵，迄阵啊是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的情报局的退休的军官组成的，吼啊，上早迄个中校啊叫做乌特金，吼，啊伊就甲组织起来，吼啊，迄就变做。慢慢啊，听讲伊无线电的称号就是叫做 Wagner 吼，系叫 Wagner 啊，当然啦，叫这个名是因为因崇拜迄个 Richard Wagner，Richard Wagner 吼，迄个19世纪初期的迄个作曲家吼啊，所以啊，伊呢，伊是一个极端反犹主义，吼民族主义，吼啊，所以等于讲啊，甚至吼，伊是人咧讲就是讲。伊的迄个思想其实相当程度是启发希特勒，好，迄个上爱即个作曲家，对，我讲了，其实伊就有名啦，吼，其实非常有名，啊，这咱市面上嘛看到伊的海报，吼，伊的作品是袂歹，吼啊，但是讲伊的意识形态是迄款较偏纳粹，吼，迄款较极端主义这款的，吼啊，这就是拄啊好瓦格纳军团，吼，就该奉为圭臬，就该当作英雄，吼啊，当作因的精神的迄个象征。哦啊，所以呢，当初吼安尼做起来，吼啊，愈发展愈大啊，尤其伊是普丁的私人运用部队，所以你也知影吼，伊的干部了，吼，伊的主要的吼。老师，你安尼讲伊的私人部队，啊，因是咧演戏，还是真的咧相搭？即届吼，可能因为乌克兰战争吼，可能情势有较复杂啦，吼。啊，所以因为尤其是战争，咱就判断，
战争是各军头吼，大家群雄并起吼，互相竞争的时阵，吼所以呢，讲到咱就要讲到邵伊古吼，台面上主要国防部长邵伊古吼，甲迄个普里戈金吼，就是瓦格纳的用的斗争啦吼。其实因的恩怨吼，真早就造成啊啦吼。当初伫叙利亚的时阵，伫叙利亚的时阵啊，美国是支持叙利亚的叛军。所以老师，你感觉因是咧搭假还是搭真呢？甲普京是真正避免啊？即个我看是搭真的机会较大啦吼，因为其实即个就是讲普京其实因为独裁政权嘛敢若一个乌社会的头人。伊会得控制足侪迄个兄弟头老大甲老二的，兄弟的争宠会竞争啊，即个问题是即马咧战争，所以目前看起来，所以伊也无办法。嘛对，伊即马咧战争你若讲发生内战总是规个削弱伊迄个嘛普京的政治前途我看嘛差不多。你看起来敢若演8点档咧，家和万事兴哦。更加精彩。我问洪老师，你的看法，因是咧搭真的，搭假，还是讲夫的？其实要酝酿着另外一个更较大的行动，要来对付着这个乌克兰。这个这个瓦格纳集团这个到莫斯科这边这是确实是一个内斗的情况啦，因为。伫个即个俄乌战争内底即个遮尔长的过去来当瓦格纳集团伫个乌克兰是有立下一些很多的战功的，所以你该看讲即个伊倒来的时阵，其实有足侪人夹道欢迎的，就是讲就是把伊当作是英雄但是呢，伊伫个遐一个行动有足侪届伊一定伫个。这个普里戈金呢，有足侪届的一定甲莫斯科这边咧反映，就是讲因军备无够，再来即届上重要的一届代志，就是即届是安那伊会遮尔生气，讲要来做，伊拄啊咱拄啊影片内底看到，伊讲我要来做抗议，是安那伊爱用遮尔大行动来做抗议，因为即届呢，伊讲，因的部队内底有死2000外个人，伊家己的人。是，那伊感觉讲，这个是像造成的是莫斯科绍伊古家造成。咱看影片，你看，这个人咧死去，拄啊火还佫烧烧。对，所以伊感觉讲，我咧为恁震惊伫个乌克兰咧战，结果你伫个后壁咧去扯我后腿，甲我这士兵，我的兄弟拢安尼，就还未上战场，就一定先互恁。所以老师，你会感觉是伊无针对着普京？伊嘛，拄我嘛，咱伫个影片讲，伊是毋是针对普京？伊是要。但是普京来挑工去甲骂，讲你这叛徒。但是伊即个行动咧，伊就是我感觉伊是要做互普京看，因为即马来讲，就是讲伫个乌克兰即个战术甲伊的策略方法。就变做有2条路线，一个是普里戈金伊想要用的路线，一个就是绍伊古这边伊想要用的战略策略那这2个策略也不一致的时阵，当然对造成俄罗斯伫个乌克兰的战术无顺。那所以普里戈金这届是要想要让普京去知影讲，到底伊伫个乌克兰这个战术的策略，应当是爱互普京接受。但是呢，普京他大部分的情况是他接受绍伊古这个，因为绍伊古这嘛是正规军，伊的策略是国防部长那而且呢，以这个瓦格纳的这个格里普里戈金来讲，伊的策略是较无全面性的，伊是伫个前线较无全面性，所以变做伊的提议，大概伫个到莫斯科的时阵，可能就去绍伊古烧掉去所以伊就感觉讲，这个无传甲伊上重要的人，普京的这个耳康内面所以再即届搁拄着伊的兄弟，也袂就去伊感觉讲这是绍伊古这边创始的，所以伊感觉伊必须甲伊这个代志。
伊感觉讲伊袂使搁继续啊。就规个冰倒起来。对。听讲伊进前几工，伊还佫有摕一个合约书，吼，伊新的即个合约去甲 Moscow 去甲讲啊，去国防部去甲讲我这安怎，啊无答应。但是伊若是照你讲，伊甲普京的交情应该上无会当甲 Telegram 甲讲我去互大的，我去互欺负啊，你咪小可？即个内底佫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这样讲的，就是讲我提伊的策略，你可能还佫无接受吼。但是过来第二届，就是即个代志会当逼空的，会变做咱接上去的代志。上重要就是有包括第二个项个，就是因即马决定7月1号的时阵，恁遮的所谓签的变国家的部队，爱变国家的，啊你也变做国家的，你普利戈金，你就是一定爱听绍伊变老水。对，你就一定是伫下骹，你爱接受面顶的命令啊。啊，你听起来应该是普京咧借刀杀人咯。我感觉普京即届为什么要甲这正规军甲纳进来？令7月1号的这个日子啊，上重要的我拄仔讲的，因伫以前的迄个俄乌战争的这内底证书里头，伊发现2条路线是咧相战，小九，就是内底一定是策略是无共款的时阵，伊伫前线的作战都无法度，对哦，都袂当赢，所以伊必须要统一一个策略出来。就我来请教易将军吼，到底这过去1年外内面，咱咧讲的罗西亚到底是咧拍啥物？吼，咱也知影讲，其实伊当初时来定义。这整个对乌克兰战争就是特别的军事行动，无用国家的正式的部队就去处理，乃至到讲即马讲要甲签转来，这到底是啥物意图咧？其实啊，咱看迄个普里戈金哦，瓦格纳甲迄个国防部的绍伊古吼，正式的冲突其实为今年5月哈，迄个瓦格纳军团在攻打巴赫穆特。因为绍伊古就不断透过这个视讯啊，表达对国防部长绍伊古、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啊这2个人的不满，原因就是炮弹啊、装备啦，拢无办到到位，影响到这个一个瓦格纳一个在巴尔穆特的一个攻势的一种作战的优点还是讲伊一个进攻的速度啊。当然啦，这个咱观众朋友可能唔知，就是瓦格纳虽然伊是私人佣兵啦，不过伊到伊个俄罗斯的国防部吼，伊是优选权哦，所有国防部的新的武器啊、装备啊，是瓦格纳爱先摕哦，所以讲呢，这个是我感觉讲吼，即届吼，你看吼，是安那讲伊的普里戈金这届军事特别军事行动哈，伊的速度甲伊的作战力造成这也造成那个俄罗斯正规军的一种威胁，原因就到这。问题咱头大家拢感觉足奇怪吼，像咱讲这个既然普里戈金已经决心要做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像咱讲一天尔24点钟。就收起来，就收起来。所以讲，大家他可能问讲，这到底是算真还是算假？头拄仔主持人你嘛讲吼，即马其实咱大家外界分析的一个观点拢有主要有3个部分啦，大家拢讨论过有可能是这毋是这是假假这叫做假期行动啦我甲大家提醒就是讲瓦格纳真正开始出名一个是2014年，一个占领克里米亚，一个是俄罗斯第一届用假期行动。头拄仔咱郑教授嘛讲，足侪代志俄罗斯正规军歹势去执行的，像你侵占入侵人克里米亚，这是违反所有国际法、战争法的。不过你个用这种所谓的咱讲的一个雇佣军，然后假扮成当地的老百姓。这个是他规避国际责任的一种方法。这嘛是假期行动西方第一届感受到讲，俄罗斯的这种
军事的欺瞒、欺诈哦，这个手段实在是真厉害。这个我来看吼，其实这真大胆的预测啦吼。外口也无人去讲，我认为，敢那看我都认为讲吼，这是啊，普京另外一种的假期行动。安怎讲呢？你来看卖啊吼，本来讲这个普里格金呐，伊的愿意啊退让哦，停止啊，伊的部队掉头返乡，是因为普京啊接受伊的交换条件，就是迄个绍伊古加落台，格拉西莫爱落台哦。啊，问题是这几工来看，佫讲无落台啊，根本就毋是照原先的合约。啊，你讲，咱头拄仔看迄个瓦格纳集团的成立，毋是敢一个普里格金尔呢？伊即摆真正的领导这一支军队的首领，是咱头拄仔讲的迄个 Dmitry 迄个乌特金。啊，这个个是吼，因为这个因的部队拢是情报人员出来，啊，伊个是正一个对外来讲领导者，所以讲如果你来讲，伊是因为甲普京甲国防部合调了，答应撤军，啊，即嘛无照迄个合调的内容来讲，你讲这部队，毋是讲迄个普里格金摕掉伊，瓦格纳个无作战能力，毋是啊，迄个敢若咱讲吼，伊迄个敢若高头蛇共款的，你剁粒一粒头，其他8粒头佫出来，啊，袂。这敢有办法处理？所以老师的意见是，可能乌克兰这摆都在紧张了。无毋对，你来看卖啊吼，即届哦，普里格金即摆毋是出来消息讲7月11号要去白俄罗斯，啊，甲伊的部队哦，迄个要带去去，啊，这个大家个爱小看小心嘛。为啥呢？因为俄罗斯已经甲伊的战术核武啊，伊斯坦德导弹哦，已经可以配挂这个战，已经部署到俄罗斯。那白俄罗斯啊，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咱知影就是哦，一直拢他口头上讲要支持普京尔。你看乌克兰战争甲今嘛，伊无派一兵一卒进入，哦，那个协助你的。所以伊是准备移落去安尼啊。啊，今嘛吼，这个瓦格纳其实拢做一种垃圾代志的，哦，袂使吼对国际承认国家那2014年的克里米亚迄港入侵港占领，迄是国际主要你看俄罗斯有代志无代志，因为讲迄是私人的，哦，啊，今嘛是毋是共款讲，以前的部署咧，要凸显一个吼，伊可能有迄个随时被动用战术核武的准备，啊，这甲俄罗斯无关，啊，这甲有办法回到。转头来看讲，啊，普京无代无志，甲即摆佫创伊地堡。地堡是啥？发生吼，有迄个发生核战发生的时阵，会可能性的时阵，伊要保护伊自身的安全，伊甲是正为哦，老师啊，你讲这真大阴谋呢？真大阴谋，所以讲吼，我是在呼吁个吼，讲西方吼，甲迄个乌克兰吼，这个时阵吼，爱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啦。如果这若是咱预期的讲是一个假期行动吼。我感觉吼，代志吼，可能派大代志会发生，准备要发生啊。洪老师，我是要再请教吼，咱就其实观众朋友啊，真有兴趣讲，这Wagner吼，这种私人的军事公司吼，我看到一个资料，讲在罗西亚有70几间啊。这是什么国家安尼？敢若迄个建国时代安尼，每一个家庭就拢有这个私人武器，这到底是安怎形成的？老师？这就是伫咧迄个苏联瓦解迄阵啊吼，那俄罗斯是内底是就混乱的吼，因就无一个正规，啊，迄阵啊一定是变做市场经济啊嘛，所以一寡足侪自助产啊，啥物拢就是拢。有咧，迄阵时咱拢买着一寡军备啊，啥有啊，啊，所以就变做讲，因就感觉讲，我会使我一定得到自由啊，我会使家己随便成立一个公司，所以。一般来讲，这个瓦格纳集团只是一个，这叫做军事公司、军事公司。就说一般的公司咱是做生意嘛，但是伊这个公司就是专门咧做啥，就是我找人，我雇人来拍来收证。
所以因公司专门咧做这，这是其实咱一般市场嘛是有啊，像军警或这个保卫保全保全公司嘛是有，但是保全是做保全啊，但是因咧是真正去做。这是小拍机呢，对，伊是真正。但是这会变做一个变做讲伫俄罗斯内底，成立足侪这样公司的原因，就是因为因有足侪财团啊，因会使因需要有人来保护啊，所以因会变做对一种保全扩大到变做一个军事，对，较有迄个军事的能力。我看迄资料吼，有石油公司啦，啊，有这生物科技公司啦，东西的7、8什么公司拢通好做一个私人的武力，啊，而且这摆要去乌克兰，因拢参加呢。讲这摆超过70几间的这私人武装的这武力拢入去到乌克兰，这到底是什么情形？这就是因为就是是主持人呢有讲到，这个普京对乌克兰所的这个行动内底，伊毋是叫做震惊。伊是讲我叫做特别军事行动，这毋是我国家的部队。嘿，这毋是我国家的部队，所以伊就变做爱利用这的军事公司去遐做修正，因为这个公司就是，那我讲，伊就是个人来修正的嘛。所以我袂当，因为咱若伫国际法来讲，咱若要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时阵，爱公开的宣誓。但是伊讲我毋是啊，我是对乌克兰做特别军事行动啊，所以我就袂使用我的正规军落去，所以但是要安尼行动，军事行动是要安怎行动，所以就记好叫这个军事行动来做。反正死导游无死兵刀，你若死我就免赔钱，吼，你若要骂我有收马本，我讲我这毋是国家的这个部队。对。伊这自头到尾伊就拢想好，然后易将军讲这大阴谋啦，讲安尼好对这白罗西亚，伊就下这个战术的这个核弹，这刷来这个情形，田老师你感觉敢有可能像易将军安尼讲？我先补充一下吼，其实美国嘛有这款所有的私人的军事公司啦，吼，美国当然是较侪是派去伫国外吼。因为因的部队吼，伫驻军也是伫外管吼，有一寡正式的部队，政府的力量无法度发挥的所在吼，爱处理处理一寡吼军事迄方面的，还是军事资源方面的啦吼。你讲到这局吼，因为其实是足侪疑点啦吼，所以吼像主持人拄仔咧讲的吼，比连续剧较好看吼。比连续剧较好看，是因为太侪咱无法度解说的所在拄于将军当然讲到几啊点啦迄是足趣味的啦但是我即马其实我个人我较天真啦我较naive我看到的较直接的部分父亲伊的控制力、伊的势力的伊有法度稳定这是较对全世界的迄个。稳定较重要的部分啦，因为即届我看到是伊真瓦格纳真足容易就占领罗斯托夫人讲顿河上的罗斯多夫啦迄个迄是南部军区的司令部所在当然啦，南部军区的司令听讲甲九明将军听讲甲瓦格纳是真有交情的啦，嘿所以。这个我较意外的就是讲，普里戈金规路顺路甲莫斯科路的无啥物阻碍因为莫斯科毕竟是首都，首都的方位大家拢知影咱台湾嘛是拿靠咱的机械化部队咱的迄个飞弹指挥部伫泰山，拢从精锐部队拢爱保护咱的首都。中国嘛是伊中部战区保护北京即届瓦格纳会这么顺利呢？反映一点就是讲，真侪部队陆军啦还是因的各种特种部队特种部队，大家拢咧看好戏，拢按兵不动，才有可能是安尼嘛其中敢若几台直升机去拍落来，徛关山看马烧塔，甚至有诶佫加入。因为国防军有个加入，这是显示讲，这背后的势力唔是干那
绍伊古代表一个势力，吼啊，普里戈金一个势力，但是背后吼大家会瓦平。哦，有诶，看这势讲，我来插花。是啊，所以即届大家嘛咧讲，普京这款人吼，伊一定伊的承诺吼，伊甲迄个白俄、甲卢卡申科吼、甲普里戈金三个坐落来讲吼，啊，定讲哦，啊，互伊去白俄罗斯，咱都有咧讲吼，啊，底下啊嘛有报道讲哦，白俄罗斯已经咧起军营吼，啊，伊按算要底下驻军吼，规个过吼，啊，当然啦，这话一部分我合理啦吼，因为吼。迄个卢卡申科，白俄罗斯的总统吼，伊原来无啥有法度控制伊的军头啦，吼，啊，伊原来需要这款的力量，啊，但是这款的力量，伊若势力吼，若超过，老师讲到哇，这超展，这用华语来讲是超展开呢。啊，规个牵一发动全身啦，吼，啊，其实这规个拢有迄个，拢有牵连，吼，啊，所以即马包括我咧判断是讲吼，普里戈金。应该目前的人身安全也无啥物真大的问题啦，吼，啊，伊无去处理吼，普京伊捌讲过哦，伊上无法度容忍的，就是背叛，吼，背叛者，吼，伊上无法度容忍的，啊，伊对迄个，伊对俄罗斯进前较早吼，伊的叛逃的吼，伊拢用足残忍，无容忍的，嘿，拢用足残忍的，啊，所以包括吼讲一个笑亏啦，吼，美国的迄个啥前情报头子吼。嘛建议讲吼，啊普里戈金你即马莫徛喺迄个塔门边啊，吼危险吼，因为吼，真侪人拢对塔门跳落去，对，背叛者吼，啊，毋是中毒死吼，啊，就为顶头楼顶啊，对吼，啊是安那死的拢毋知吼，啊，但是即马看起来吼，普京昨的讲话吼，佮讲同意吼，瓦格纳吼，你若要加入咪加入，你若无爱你要去白俄罗斯的拢会使吼，我想吼，伊即马也搁咧平衡。内底各种势力甲力量，吼，伊伫个伊的权力无法度掠甲足稳的时阵，伊应该袂用伤极端的手段。老师，我甲你整理者，第一，你感觉普京即马无啥稳，伊想讲先稳起来才讲，这头一个。第二个，伊甲普里戈金无一定是真正完全变面，但是还搁咧甲观察，留后勘察。还是讲规个拢变面去啊？我想是变面啊，已经变面。我想是变面啊啦。哦，因为我看足侪媒体，我实在是看较灰煞煞，恁到底是咧演倒一出的？因为变面吼，其实我迄个观察，但是伊嘛看起真落差啊！我讲你是叛国，结果过两天讲我宽待为怀，伊做一个总统，伊嘛是安尼真落差呢。宽待为怀吼。像一般我进前人咧问我讨论啦吼，独裁者的承诺吼，听的就好啊啦吼，啊包括普里戈金伊讲伊是游行吼，伊讲是正义的游行吼，啊这嘛拢听的就好啊啦吼，国际政治无正义这个物件，嘛无承诺这个物件。安尼咱收钱啊，咱有影收钱。所以伊看的是讲即卖局势。好，老师，你咧研究罗西亚的人拢足浓毒的，拢想甲真邪恶呢？唔是邪恶啦，这本来这政治就是安尼操作的啊。哦，这听落真啊，后卡车边就冷起来。洪老师，你感觉咧？你有赞同田老师安尼所讲的，讲其实咧后面的意图啊、安全有诶，拢听就好。这以普京来讲，伊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哈。伊即马拄着，我拄仔讲的，无共款的势力，伊伫个争执的时阵，伊必须以一个领导者的角度，爱确定这个事情到底是安怎，是向对向唔对。等下我讲的，这个普里戈金，伊感觉讲，因伫个乌克兰流血，但是呢后壁有人咧扯后腿，好啊，所以伊这个代志。那必须调查清楚，所以以普京的领导的一个，伊是一个这个领导者来，伊即个是讲，伊即马是啊，甲迄个即个瓦格纳集团的人讲，啊，恁若愿意留落来，愿意纳进来我正规军的啦，啊，你若无愿意，你就去白罗斯吼，啊，这就是伊即马上重要的是要调查，啊，伊本地的讲好啊，7月1号就是要甲这个人收编，所以伊。伫个普京的策略内底，就是首要的第一个策略，就是要把这人纳归到一个正规来。管理的程度。对，这就是伊对乌克兰策略上
第一个上爱做的就是调整爱统一，袂使个像以前安尼多头马车啊，吼。啊，再来第二个什么上重要就是，啊，即马拄着这个代志啊，到底是啥造成原因爱查，那所以就是讲，到底是啥对啥唔对，所以即马先对这个瓦格纳集团的这个普里戈金，伊无去调查，伊只是讲，但是伊这个行动吼，全世界拢看到普京这个政权，对，就是变说。伊就被全世界拢看到，伊无甲这个代志处理好啊！这对于普京来讲是就无民主的，吼。但是呢，伊嘛袂使第一个就马上讲是像对像唔对，所以即马只是咧调查，但是一定会厘清这个代志了后再去做处理。所以老师以前讲，照伊的个性，一定会出手来处理。无对，但是一定要先调查到底代志是安怎。所以唔才有人讲你通也唔通拍开啊。对啊，这个到底伊个这个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咧讲，是人甲是这个国防部这边家有人甲遐这个士兵杀害。冲康。对啊，到底是唔是有这个代志，伊嘛是爱去调查。是。所以老师，将军吼，那照你头拄安尼这个报数来讲因可能是这假期行动吼啊，这种要开始要大报数要来创这。是毋是意味着讲，普京会完全改变讲过去毋是政府诶正式的部队要出征，即卖是我正式的部队要来出征的开始。其实瓦格纳嘛是顺着普京的迄个私人卫队啦，哎嘛，照理来讲，伊嘛是完全听命于普京的啦，吼。反而伊的执行能力啊，比迄个俄罗斯的正规军更较强，吼。那我头拄仔讲过来啊，有一个郑教授嘛讲啊，吼，你看普鲁格金伊的部队哦，占了一个南部战区罗斯托夫之后呢，他的前锋部队经过了沃罗密日啊，更进一步到耶勒支200公里，啊，拢无什么走动，迄毋是讲一个南部战区的问题啦，伊甲200公里的耶勒支，那已经去中部战区。啊，你来讲吼，对军事来讲吼，沿路安尼无什么，只有象征性的抵抗吼。这讲实在吼，这不像是一个普京啊掌政哦，整个俄罗斯一掌政24年哦，可能发生的事情哦。因为安那讲呢，那普里格金的武器装备是最新式的、啊。你看伊有几架伊的卡那个短二文的这个武装攻击机。还是最新式的，伊的铠甲、野战防空马上把它处理掉。啊，无伊的理由讲吼，我已经兵临城下，搁入去，搁甲你莫斯搁甲你摕掉啊，爱乖乖，讲哦好，答应调件，然后说掉头就掉头。这种吼起兵造反吼，在集权国家吼，还有一个是不成功，这就是提头来见，一个是掉脑袋的代志。因为普里格金跟普京那么久了，他难道不知道普京是狠角色，是手段啊？这个非常残忍的。你看他对于那些叛逃的天涯海角，用毒都要把他毒死的人，普里格金他接受这样的谈判条件，他就是只有死路一条。所以理论上，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如果是没有任何其他，我刚刚讲有更高的谋略的一个这个计划，那我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哈，因为当普里格金发动这个部队要这个进攻这个莫斯科，不要忘了啊，这个总统府啊，那个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啊，哈，伊出来讲哈，伊出来讲呢哈，伊讲啥？伊讲如果拿一个普里格金攻占了这个莫斯科，掌握了核子武器，是，迄是全世界为灾难。灾难，你看嘛呀，伊是安那会讲这句话？这句话不是点伊要对伊内部解决的，伊是透过这个对西方世界来讲，对西方世界再一次的发出很强烈的什么威胁？啊，威胁这个是我来讲吼，敢有办法去理解讲？啊，啥呐？
嘿，瓦格纳集团无被接受的，无被纳入一个国防部的，可以跟这个普里格金直接去白俄罗斯。啊，我讲较歹听的，卢卡申科唔错了一弹，瓦格纳连俄罗斯的正规军都无办法对付啊！今仔日伊的部队塞去甲一个白俄罗斯，那讲实在，随时可能会让这个卢卡申科整个政权就被瓦格纳给收拾掉了。认为讲洪老师他所讲是普京在调查啊，看是非是非这种关键。我感觉唔是这个唔是这个问题哦。你该想看卖，我头拄仔讲过啊。伊若讲今麦要多调查、要起诉，像伊今放出来的个消息，我感觉拢是烟雾弹。为什么？哇，那你安尼，你看伊讲什么校级以上的，通通要接受叛国的调查。啊，南部战区跟中部战区一堆人啦。啊，你这个国家搁战争无？啊，规个拢收起来，收大免战争啊！啊，另外你搁该注意一点讲，啥那讲伊国内这么复杂的、这么危险的兵变，啊，结果伊的部队都前方20几万哦，到即马呢纹风不动，拢无迄种咱讲的哦，你要不要回去群网啊？你前方的部队要不要紧急往后调啊？你部队。讲实在，绍伊古掰出力哦，像你头拄仔嘛有讲哦，是不是迄个普京在借刀杀人？因为今麦前方掌握实权的兵权的拢是啥？拢是绍伊古跟格拉西莫的，不是亲戚就是伊的嫡系。啊，你讲实在，这兵权这么大，普京会袂惊无？搁加一个会惊袂惊？所以讲哦，这我是讲哦，如果若是讲要叛变，还是讲哦军事行动哦。这在军事上面哦，一定会足大的。但是为了这来演一出啊，变做讲无你个想看卖，瓦格纳集团是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进驻到白俄罗斯？以及用心嘛，你看啊，个卢卡申科出来做调停呢，哦，啊，我感觉这个是，有假实行动的存在的一些条件。但是这个是很大胆的预测。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后面。他所谓要做叛国的调查，对这些的后续的处置，如果是完整的，那我相信现在很多的瓦格纳的干部已经开始被逮捕了。但是呢，照老师将军你安尼讲吼，伊必须一定是军危急到，伊必须要演一出，叫他来缓和伊目前的情势。无唔对，俄乌战争，咱知影乌克兰准备要大反攻啊。伊这一反攻类，以目前俄罗斯的部队绝对是兵败如山倒，演出了对啊。所以即嘛是伊重新被我感觉伊重新被使用和贺主伊进前啥呐，使用拢无人要甲信到，因为讲你若用咧你俄罗斯那个联合国的迄个常任理事会人就咧甲你开除，你就变成全世界的敌人。讲实在，即马讲，毋是我。对，还个敢若占领2014乌克兰共款，你占领了，伊免负任何国际责任吗？老师，你感觉有这种可能性无？哇，哪讲哪真呢？我感觉吼，这就是我拄仔讲吼，只是因内部有2个势力拄仔讲的，军队正规军即马拢是国防部长绍伊古家来掌握的。好，普京手上最重要的是最高领导人无唔对，但是这策略伊嘛是爱听这领导人。实际上在这布局的时阵，伊来做最后的判定。哈，所以这个普里戈金即马一礼拜的时阵，啥那无动到遮多，其实你会当看到，这是所以我讲的，这是伊内底内斗的问题。好，无照讲来讲，伊安尼长驱直入，其实普里戈金即届礼拜的时阵，伊有拍算啦，伊有嘛有咧讲，伊本来想讲，这沿路会有人加入，毋是会来加入，然后变成伊讲这就是一个正义的游行，就是意思是讲，俄罗斯人会因为伊感觉伊这是一个正义的游行，沿途的人会加入，但是呢，事实上并无足侪人加入，就是大家拢担下看嘛，所以变成讲，伊虽然长驱直入入来啊。但是，伊本来是想讲，俄罗斯人也来加入伊，变成来把普京给他，好，比如说伊也真正要做叛变的时阵，
爱有这个力量来加入来能达成叛变的这个目的嘛。但是伊伫个过程内底，所以伊看无人加入，伊性性的生活直接的入来。对啊，所以伊要也讲，这毋是，伊讲本来是讲，伊是讲这是正义的行动嘛。结果看无啊，并嘛无人加入啊，吼。只是感觉家己当作是英雄，但是伊家当作英雄是因为。但是呢，照头义将军讲，你来一群国家内面要叛变，要创啥？那看国家安全，你来机关啊压起来，你就必须要往前行，无人头就落地啊呢。对，但是伊嘛有拍算着，即马伊即个行动内底，并无形成伊的原来别人加入的即个目的，所以伊一定看到伊的目的无法度达成啊。哦，也就是说，就是我讲的，就是讲，这正规军伫个，就是讲这个国防部长掌控的这些军队。伊本来感觉讲，伊个普里戈金感觉讲，伊入来了后，遮个人会缀做伊，袂缀国防部。但是事实大人镇静都没有动啊，所以就是伊讲伊的正义行动并无达成伊的原定的目的，所以这个人看破骹手就紧走啊，无要安怎。紧走，但是伊无可能，伊可能走到天涯海角，伊窗仔门伊就弄头拍开哦。这就是我拄仔讲的，就是讲。伊即届才生气，伊感觉讲，伊爱互民众会知影，所以普京即马伊嘛讲啊，伊会调查，所以伊嘛讲伊会赦免嘛。但是我感觉这个赦免是即马讲的，调查清楚了后，但是你也认为讲，伊也是下面对，伊也是会针对事情伊去处理。是，郑老师吼，阮上后尾爱是爱整理一下，讲罗西亚这个国家将归尾到上后尾。对乌克兰的这个进攻会改变吗？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普京到底地位是稳，还是更加稳，还是开始衰弱的这个开始？这两点。伫个乌克兰的战争吼，啊，其实对咱讲本来讲春季大反攻啦，吼，尾也变做甲热天，其实正经是热天才反攻啦，吼，啊，其实正经无偌久啦，吼。啊，伫个瓦格纳军团吼，甲迄个乌克兰吼，乌克兰的军队吼，伫个巴赫穆特吼咧迄战的时阵战吼10个月的时阵，其实俄罗斯的军队吼已经拢改做守势吼，啊伊着做部署迄个所谓3道的迄个防疫的攻势吼，啊有啥物啥。龙牙桩吼，啊，就是吼，敢若咱咧动车的啦吼，啊，佮有迄个啥壕沟吼，啊，佮有迄个啥碉堡啥吼，啊，其实已经是咧防守啦吼，啊，即马重点就是讲，包括吼，佮炸掉迄个咱讲的迄个大桥，扎波罗热吼，迄个吼，不，迄个啥赫尔松吼，迄个水坝吼，啊。就是咧动乌克兰的迄个前进嘛，吼。其实俄罗斯的情况已经无介好啊啦，吼。啊，即马是讲伊硬动，吼。俄罗斯的我看伊的目前的战略目标就是讲，我防守嘛，吼。啊，这国土维持建构，对，这国土已经是我公土嘛，吼。用恁西方的标准叫做公土嘛，加入我俄罗斯联邦，吼。啊，所以呢。这部分我只要收掉的，吼，因为进攻爱用10倍的兵力嘛，吼，我收掉的，我动愈久，我就无，我看卖恁欧洲会当动偌久啦，吼，恁有通膨，吼，啊，恁有足多经济问题，吼，疫情了的恢复，吼，啊，这方面我想父亲咧拼这赌啦，吼，啊，但是我有一个笑亏啦，吼，讲即马吼，乌克兰吼的攻势，乌克兰嘛咧观察，吼，啊，俄罗斯嘛咧观察，吼，啊，因两边的士兵吼。伫壕沟内底吼，拢咧滑手机，你知道吼，拢咧看吼，看新闻，拢看新闻，讲搞不好看咱的吼，啊看迄个克里姆林宫吼，看莫斯科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吼，看普京甲普里戈金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因为大家拢唔知啊，所以这件代志其实对前线吼俄罗斯的军队吼，我看是真伤啦吼，真伤啦吼，啊所以这部分吼，我看啊。另外，我补充一点吼，因为个时间可能无介长吼。其实，普京我看尾啊会规个吼支持绍伊古国防部长吼，我想有一部分是根据吼媒体报的吼，西方的情报单位，尤其是美国吼漏泄出来的一寡资料吼，啊其实
伫俄乌战争吼，其实一切的原因拢是战争啦吼，因为普京扒了无水开嘛吼。啊，讲3工就要占领吼，啊，结果拍甲，系啊，拍甲东外吼，啊，愈拍愈落水吼，啊，即马变做变做防御吼，变做防守吼，啊，所以你安尼的办势吼，你本来内底的一寡军头就会蠢蠢欲动吼，大家就会想看，你普京的迄个控制力就有限啊嘛吼，啊，所以伫即款办势之下，尤其吼。迄个本来吼瓦格纳甲即马的特别军事行动的副总指挥吼苏洛维金人叫做末日将军吼，因拢是民族主义者，因拢是足战役的，因本来拢支持用核武器的吼啊，但是苏洛维金3个月就用换落来，吼啊，就是换即马的绍伊古甲格拉西姆吼，即个参谋总长即个人吼啊，所以规个办势拢变做瓦格纳甲迄个。甲国防部吼两边咧战，两边咧战吼啊，规个战争其实互因国内的保守派吼，甲迄个强硬派吼，互相愈来愈斗争吼啊，结果普京的势力就慢慢啊向剥离吼啊，伫即个办势了，其实呢，西方的情报单位有讲到吼，其实普里戈金吼，我来看办势唔对，伊有甲西方已经有咧交涉。好，甚至甲乌克兰的情报单位有咧接触，吼啊，所以这方面可能互普京知影讲，这个人有可能会叛变，好，所以普京尾啊规个挖位吼支持迄个绍伊古吼，甚至要求瓦格纳军团爱登记，伫7月1号之前爱登记，吼爱签约，吼爱变做伫受绍伊古吼控制之下的迄个俄罗斯的部队。好啊，这是一个我那造成尾啊造成普里戈金必须要去挑战，必须要去进攻莫斯科，这是一个我那一个背景。这有影极中极的吼。上后尾3分钟吼，请易将军甲洪老师吼，将军，你认为乌克兰甲即马开始目前会较好吗？还是讲因将来面对的，像你头讲，可能是一个大战略？其实哦，咱看乌克兰哦，如果即届迄个军事政变哦，是像咱安尼大家讨论讲吼，认为伊是真的，安尼乌克兰安那啦？安那讲呢？这表示讲哦，规个迄个俄罗斯的迄个情报系统哦，已经完全失灵啊，目睭嘛，伊个写去啊，迄个耳孔嘛臭伊人。够有可能讲哦，即届你看迄普里戈金6月20。伊还阁到迄个莫斯科，啊，阁甲国防部队啊谈条件的时阵，啊，双方无办法接受，啊，普里戈金今仔要准备要军事的行动，迄25000人啊，迄部队是偌大咧，伊还有偌济武器，还有偌济迄个部队移动，啊，迄个俄罗斯是情报是足厉害，全世界第1、第2个，啊，结果咧无任何的预告，啊，你若讲。真也是真的，啊！你就表示讲，规个情报系统拢完蛋。对啊，你即摆乌克兰对一个迄个罗西亚，迄个情报吼，目睭青眉，啊，迄个耳孔臭，啊，你有什么好紧张的？这随时拢通来牵就伊妈事嘛，对不？啊，我认为哦，过来咱过来看迄个普里戈金是毋是正港吼？像伊俄罗斯即摆传出来，就是伊带着伊的部队有进驻。啊，迄个白俄罗斯，啊，另外就是吼，看伊个追究的责任吼，即摆要看过调查，对，即个调查的人有判刑无？有迄个锒铛入狱哦，有做即种动作无？如果若无，安尼就是会有吼，刚刚咱讲的假期行动。啊，如果是假期行动，啊，乌克兰个爱紧张啊，不止乌克兰，规个西方个爱做提前啊，做好准备。谢谢安老师。我感觉乌克兰吼，即届即个普京即摆的即个动作，其实对乌克兰来讲，短期间来看，敢若是一个利多啦。吼，就是敢若讲啊，你普京恁内底咧斗，然后造成这互你足无民主的代志，啊，你暴露出恁内底弱点吼。但是实际上来讲，我拄我讲，普京即摆是咧做的是咧整合，吼。
那甲以前唔对，就是伊迄个内底内斗的这个策略，这个分头的提起来，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讲，短期来讲，感觉是一个利多，但是长期来讲是不利的所在。因为这变这表示，伊对乌克兰的政经的这个策略方法要改啊，要变得较通进啊。啊，这个落来去对乌克兰来大方面就较歹去应付。哇，田老师，即届我看吼，即马我想我较烦恼的是普京政权吼，伊的控制力吼，对啊，所以后壁吼要继承伊的人吼，我看是摩拳擦掌啦吼。是伫遐等。这看后车听郑老师来讲安尼。我目前呼吁大家注意的，也是俄罗斯的情报单位 FSB 哈，联邦安全局哈，尤其伊的前的首长哈，帕特鲁舍。